分別發生市中心爆炸同埋劫車襲擊案，兩宗事件導致最少11人死，超過30人傷。至於尋晚發生嘅劫車襲擊案，有消息話兇徒係維吾爾族人，不過當局就否認，強調公安正調查事件，並且加強當地嘅治安防範力度。姚嘉欣報導。新華社報道，今日下晝4點半左右，喀什市中心附近一條步行街發生爆炸，多人死傷，警方當場拘捕咗2名疑犯。另外，尋晚大概11點45分，2名兇徒喺喀什市嘅美食街先劫持一部正係等候交通燈嘅貨車，再殺死司機。兇徒之後開車駛到去位於市內西二環嘅一間售樓中心嘅門口，衝向聚集喺嗰度嘅人群，然後再落車持刀斬路人，造成30幾人死傷。售樓處嘅當值人員同埋民眾合力制服兇徒，一個兇徒死亡，而另外一個就被捕。報道又話喺案件發生嘅大概個半鐘頭之前，現場附近曾經傳出2下爆炸聲。傷者送院治理，部分人膊頭、頭部受傷，即時施手術，並冇生命危險。有一個女的，2個男的是清醒，還有一個就是當場死了。來的時候就是已經沒有了，就是他們昨天晚上全部該縫合的縫合完了。至於遇害者嘅身份，有消息就話全部都係漢族人，其中一間接收傷者嘅醫院就證實，佢哋接收嘅5個傷者全部都係漢族人。漢族，全都是漢族。對。而事發現場售樓中心嘅當值人員就話，佢哋有職員受傷，中心今日唔會辦公。我們今天基本上是關門了，現在就是只是留下2個人在這裡值班，因為他出了這樣的事情嘛，大家心裡頭都不舒服。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就話，2名兇徒係維吾爾族人，喀什當局將事件定為恐怖襲擊，並且實施全市戒嚴。不過新疆新聞辦就否認咗有關嘅講法。新華社亦都話，公安正係調查事件，並且加強當地治安防範力度。亞洲電視記者姚嘉欣